小哥啊，你拄只那拢无问我讲，我先哪拢叫阿鸾呐？啊对啊，应该我听得到的应该是交情是足亲的，对啊，伊应该叫我阿姨。哎呦，唔是咱平常时你叫讲文英阿姨，正讲在叫我阿姨。因为自伊出道的时阵哦，我都看到即马，个嫁翁个生囝，安尼看外国。你过来造型的咧，这书个算安尼真简单。较正常诶，哦，我头顶插花迄模啊，一支跟他刺猬这样，哦，哎不得了啦！妈做不来出水。你敢咧大道讲咧？我个提王爷咧，是叫文英阿姨做几岁？讲做17、8岁啊，7、8岁了。是你看无呢？我心肝内有当做18岁。但是表情无讲介明显而已啦哈。啊，我拄则就甲你讲啊，我是心肝内有18岁啦，但是这个面都无可能，我唔过来美容。无啦，迄表情嘛哎呀。无啦，表情太恶心啦啦。但是我家己心肝内讲，我即马是18岁，你唱的有就好啊啦，意思搞就好啦，计较济创啊啦。啊，你是不爱听你哦？不是，我因为难得有这个机会哦，因为我是这个特别替我们的观众朋友申请啊无哈。你迄18岁拄则敢若有小可有较插头淡薄，较袂妖娇，较袂耐安尼。啊无你共款，你上少你嘛安尼。温馨思念龙君，你上嘛你免多咧假啦。卖来这种乌鸟歌舞团的台柱。你是即马是主持人，你只遐软啦。啊，你若唱歌话，那一箍敢若插头咧啦。拜托，你当时捌叫着，我看你拢嘛徛咧，就徛咧，拢无你顶答。哎，个吐来吐去安尼。真的啊，我都唔捌看你摇落我看，即摆人嘛算我就摇，我那唱落去怪咯。哎呀，心里快乐人的。我常听到这个老人家说，现在这个年轻人受那个西方的文化影响太严重了。哦，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呢，崇洋的心态已经去到一个较过分的程度。比如说谈个恋爱嘛，也要向西方人看齐。像现在的什么速食情啦、一夜情啦等等的，把我们过去那种传统的这种日久生情的这种恋爱精神呢，完全摒弃我。哎，是，从这个流行歌的这个词曲中啊，也可以感受到这种这个感染的程度。比如说，像很受欢迎的歌，像蓝心湄这个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儿不孤单。啊，你看苏慧伦的《鸭子》这首歌，啊哈，爱情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周华健那个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？一个、两个，还是更多？啊哈，哎，这一类的歌哈。是。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当年的一位梦中情人，也来谈谈当时人们的情感。文英阿姨带来一首歌曲《青春酿》。你好，文英阿姨，你好，小哥，文英阿姨你好，真的，你看楼上里面的节目多累呀，要双声带呢，中间会讲台语的，一个要讲国语的，拢会使啦，我拢会使。今天文英阿姨的身上，真的我们可以找到青春的款，这一身打扮。当场就把我们给盖掉了。都是啊，这时髦啊呢。你敢知啊？你那都无我问。老爸，你也看，不得了。什么老爸？这是今日的老官，你去官的。哦，我配个这个，一条手骨那个停的，才不较方便。哦，个这个把镜嘛，滴了真高贵安尼吼。很酷哦。哦，真酷。偷摸你就是偷摸你啊看安尼。拄啊，你妈妈讲我是正的假，我嘛有一寡正，嘛有一寡假。头前这2、3支也是正的啦，后边这是拢假的啦。安尼啊。你看牙我规定全假啦。干嘛你哦别讲，小哥啊，你拄则那拢无问我讲，我先哪拢叫阿鸾呐？啊对啊，应该我听得到的应该是
交情是足深的，对啊，伊应该叫我阿姨。哎呦，唔是咱平常时你叫讲文玲阿姨，正讲在叫我阿姨。因为自伊出道的时阵哦，我都看到即马，个嫁翁个生囝，安尼看偌久啊。所以我若互伊比到到地，我才知影讲啊，我像安尼就足歹势。我应该有年岁人啊。即马敢有关系？那也无关系。咱即马现代人啊，毋是古早时代人啊。哎，因为若甲恁咯，我还阁无啥感觉啦，啊，甲你以后正经差足济。哦呀。哎呀，等你囡仔大汉啊，我讲安尼。哎呀，安尼毋知会学落咧，少年。嘿，个真羡慕。讲卖用的啊，我即马就是讲代表咱即马台湾吼，但是有一寡呢。上新的女性的打扮。对啊，所以吼，安尼破坏我的形象，啊，带动一寡社会，安尼一寡男，安少年的也好，老的也好，啊，人就会当讲啊，文玲阿姨，你甲看，人因为会遐尼济啊，啊，人伊就敢安尼打扮甲安尼，啊，佫会安尼唱歌，我正经头一摆，你知？今仔日唱这现场的哦，你看我领导潮流。对啊，所以后摆哦，有一寡时大人才袂安尼定安尼讲啊，歹势啦，啊，定倒在厝内面，啊，家己安尼压榨啦，你郁卒啦，啊，所以我有代表啊，因后摆大家就敢。看你过来造型啊咧，这书个算安尼。较正常诶，吼，我头顶插花迄模啊，一支敢若刺猬迄种，吼，哎不得了啦！妈做不来出水，你敢咧大道讲咧？我个提用牙咧。因为我吼，迄个歌内面吼，拢有每一条都有一个造型。对，所以歌就是讲你安尼遐侪岁啊，你还去出这个唱片哈？系啊，还是什么理由，我都什么动机？其实我吼，但你嘛知影，我这个人吼，唔知要安怎讲记住，确实这步我都爱学啦，啊，拢袂晓诶。做人成功，唔是成功，我失败点就是伫遮。啊，讲吼。失败嘛是算起嘛是优点，啊，这算起嘛是一个缺点。因为哦，我就安尼足软心的啦，袂堪要人甲我背的啦。啊，人讲阿姨啊，安怎，啊，我头一遍拢无爱啦，我无法度啦安尼。啊，即马来个第二遍讲，啊，正经的我无法度啦。第三遍哦，我就唔知个无法度啥，无法度一直讲啊。你敢真是找无人啊？开始，我来研究一下啦。我实是足故意控制，讲啊，我这用白起来，我甲你改呢。啊，所以哦，第三遍我就讲，啊好啦，无讲试看卖安尼。啊，这试落去哦，啊，我惨啊，真是啊。空谷落男，啊，愈男愈深，愈男愈深，所以今嘛唔对啦，就讲打扮啊，那下咱来舞曲好不？那叫起你知道？咩啥？那下一个唱片，咱来用舞曲好不？跳舞的 disco 还是迄个重金属迄种的，迄无法度啦。配衫咧，今嘛已经跳袂行啦。你下遮济啊，迄若去钻到伊袂好啊呢，所以我对他较保重诶。哦，阿姨啊，多才多艺，会使讲伫个这个戏剧方面嘛。得到足侪大奖。迄正经我是讲拢讲会安尼伫个舞台顶哦，安尼拢会安尼讲遐笑话，我拢甲你学的，你知？你袂记啊？哇，我都应用阿姨啊，应该你讲起来，你是阮师兄呢。呀，来这头，来这头，阿姨本身的这个性格的活泼，对，上面回的少年然后无年纪的分别，对，那大概参做回的年纪啊，或创啥哦。我这个年龄的分别是哦，真趣味的这个。我提到这个文英阿姨，坦白说哦，但你嘛做人有价值嘞，演过了10年啊吼，迄大奖都领过啊，你知道吗？调过来就啊，金马奖最佳女配角诶，那一届那天晚上我还在。拜托你无小想看嘛，阿姨这条路嘛已经行30多年啊，对无？我嘛加减，最少无嘛讲一动静。单顾嘛，就我的意思啊。总有一天会等到你呀。不过的阿姨这个演戏这个精神呢，我真的很钦佩、很佩服啊！而且做人这种乐观啊、这种豁达、这种心情，我们要向她学习啊！哎呦，我唔敢安尼讲啦！你哦，正经妈妈哦，教导有方啦，你甲看卖，拄好我要唱歌，妈妈甲我教的呢。譬如讲，我知你今日安排这个歌是高兰花，好，这个就是阮先生杨三郎的作词佮作曲。哦，真好。这个是好歌，就你说的大歌。是安怎演的？对，我意思是讲，譬如讲，你今麦17、8岁的时阵哈，唱高兰花，哈，声音没表现，迄个表情跟神情的情绪安怎表演？啊，表情一段都好啊。这哦，嘿，这实在是无啥可能呢。刚才想到讲哦，来了，咱就来了啊，无啥可能，你讲为民我们就来了。孤单稳稳在溪边，水莲花满满是，静静等待落水池。阮是思念浪奔里。你袂歹啊，你袂歹，啊你现在无你拍谱啊啦？
我就吼，上个你前个节目吼，拢啊袂晓甲较少打气一下。你拄则是叫文阿姨做几岁？讲做17、8岁啊，七八岁了。是你看无尔，我心肝内有当做18岁。但是表情无讲介明显而已啦哈。啊，我拄则就甲你讲啊，你我是心肝内有18岁啦，但是这个面就无可能，我毋过来美容。无啦，迄表情嘛哎呀。无啦，表情太恶心啦啦。但是我家己心肝内，我即马是18岁，你唱的有就好啊啦，意思搞就好啦，计较较清爽啊啦。啊，你是不爱听你哦？不是，我因为难得有这个机会哦，因为我是这个特别替我们的观众朋友申请啊，无哈。你18岁拄则敢若有小可有较插头淡薄，较袂摇脚，较袂耐安尼。啊，无你共款。你上少你嘛安尼。温馨思念浪滚，你上嘛你免多咧假啦。卖来这种乌鸟歌舞团的台柱。你是即马是主持人，你才遐嫩啦。啊，你若唱歌话，咱一箍敢若插头咧啦。拜托，你当时捌叫着？我看你拢嘛徛咧，就徛咧，拢无咧叮当。哎，个吐来吐去安尼。真的啊，我都毋捌看你摇落我看。即摆人嘛算我就摇，啊，那唱落去怪咯。哎呀，什么款的人你？文哎呦，较早要甲私下开讲过讲，啊，若要问我讲查甫人吼，啊，安怎来分别好啊歹？我实在无法度，因为我都一个乱来，我都嫁互一个人。一世人都对着一个查甫，所以这个查甫对我来讲，所有的形象，不管有情无情，我敢若一个表情尔，我嘛当中只有一个样本可以看尔。是个孤人会拄则安尼做戏，你个做了安尼无18岁，无咱无就唱这个时代年纪，这个时代好好甲唱，过来甲唱一遍。你爱唱哦？哎呀，我学你嘛。我来倒唱。啊，倒唱好来，咱来孤鸾花。孤单温温在溪边，水莲花满满是，静静等待落水边。暗思是无讲起。